70歲嘅劉伯伯舊年中風之後開始行動不便，今年再次中風。喺復康期間，佢參與博愛醫院推出嘅賽馬會智慧老人科日間醫院計劃，借用平板電腦等嘅器材，返到院舍亦都能夠進行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訓練。朝頭早啦，晏晝啦，咁樣都做嘅，即係我都幾勤力嘅都，因為我自己想快啲好啦，自己覺得係有進步。着衫係就幫到我，就隻手遞高啲可以，右手就本來咧就冇咁好嘅，喐動嗰陣時咧就會痛嘅，就而家咧就唔會痛，就可以遞得高啲，遞得咁高可以。行山嗰個就幫到我係腳骨嚟啦，佢係踏步嘅，行嗰陣時咧啱開始咧就好攰嘅，經過幾堂之後咧，就自己輕鬆啲，比較啱開始咧，我就冇乜點計，行到一半咧就要唞氣嘅，而家行晒可以。有安老院舍認為計劃有助院友康復。通常如果要去到醫院啦，咁我哋都要提早準備院友落嚟啦，咁再安排佢出去。咁可能需時個時間都比較耐嘅。咁如果你話用咗呢個 iPad 訓練咧，咁佢可以喺院舍，譬如話食完飯啊或者起身啊，咁都可以一開機就可以做到訓練咯。佢自己做到嘅，佢會令到佢會增加到佢個成就感。開頭醫院都有同我哋溝通嘅，就安排咗外展護士咧，就落嚟睇一個環境啦，睇下我哋嘅環境嗰啲設施啱唔啱院友去做咯。咁去睇個評估個係適合嘅，咁我哋就開始展開呢個計劃啦。博愛醫院經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推薦，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1400萬，喺院內嘅老人科日間醫院發展智慧訓練模式項目，包括引入更多虛擬實境同埋擴增實境技術嘅復康訓練器材，以及推出遙距訓練，減少病人到醫院嘅次數。病人嘅訓練強度同埋表現會上載到電子紀錄平台，俾醫護人員喺系統檢視數據，再制定個人化嘅訓練。計劃喺舊年推出，截至今年11月底，大約350名病人受惠，而博愛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嘅服務人數亦都按年增加超過20%。主要都係針對一啲長者嘅病人啦，佢哋住咗醫院一段比較長時間之後咧，嗰個活動能力差咗啦，咁可能需要一個比較密集式嘅訓練啦。咁啊，當中最常見可能一啲中風病人啦，或者一啲膝關節骨折病人啦，又或者可能一啲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啦，咁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希望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唔需要話淨係單單翻嚟老人科嘅醫院做運動。其實翻到屋企都係 keep 住做咧，亦都可以鼓勵佢哋做多啲運動。咁啊，當中我哋有成個訓練模式都係不外乎希望可以提升翻佢哋活動能力啦，增加翻佢哋心肺功能啦，亦都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翻到去屋企之後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啦。其實我哋都會加入咗好多本土文化特色嘅喺遊戲設計裏面，打麻雀其中一個啦，有一個係一個手部嘅運動遊戲咧，背景係一個天壇大佛嚟嘅，咁變咗玩嘅時候咧，啲老人家更加有興趣咯，亦都會玩下，不知不覺間就會投咗遊戲啦，令到佢哋參與度更加良好啦，同埋趣味性高啲啦。會博愛醫院今年年中同嶺南大學合作分析計劃成效，結果顯示智慧訓練模式部分項目成效比傳統模式優勝。其中物理治療上邊咧，我哋會見到老友記咧喺6米嘅一個步速嘅測試上邊咧，其實會顯著係快啲嘅。咁如果我講緊職業治療上邊咧，喺認知嘅能力上邊啦，同埋一個手部嘅精細動作上面咧，比起傳統嘅復康嚟講啦，4周同埋8周嘅訓練裏邊咧，係有一個顯著嘅成效喺裏邊。